明知是明在史，加上有个平台了，3史十部与全部都是明在史。因为明日有17个时代，16个皇帝，276年天下，每个时代侪有故事发生。一种这个史册，有一种是民间传说。那么你平台研究们，根据历史资料、民间传说，你的加工，彼此是唱给同志们听。啥个皇帝天启7年，还是天启个什么一年？天启就是7年皇帝啊！明朝个皇帝上个上，短个短，相差很远。上第一个朱太祖31年，再上第一个嘉靖45年，再上范蠡48年。那么留下来嘛，年纪里17年、6、7年、2、3年才有的，再多个皇帝做一个月。有人我到外头去做台西装也半年的了，一个皇帝只做一个月。啥你们是范蠡个儿子，天启个爷，他产光宗皇帝。天启下来崇祯17年，李沧王当得不敬，开大人日，这1年皇帝。那么胡三桂引狼说听兵说官们开清战，这你这个是个时代背景，将近是明末清初。故事发生了啥然后福建水州清个洋地方上吹上人民有子，东门那里13里有一家人家，来夫妻2个读书人，姓义丰结束个义，也虽然屋里向有一口压命器，富家之德。就是家里向唱军起2个蒙面大的，我压命去抢他，我虽然夫妻一得一个。这个讲的四春节飞镖王，老百姓晓得个桩事体，大家在打个虽然口舌作业，靠别人谁得给他异乡靠地，这桩案子没办法破的。为啥？因为这个飞镖王是海里向的黑的。来无人去无中，来虚人风，手当飞镖8发8中。我们里向说的做不来，把戏子。今朝的不个抽烟，曲高气上，东门坳的个点水路浪上，哈！来2匹跨马，马背上像是2位姑娘，轻装扎束，弓箭宝剑。马背浪向功夫好，哪些的本事好？这个马哈，水路浪向高高低低，这个2位姑娘问世他生。这个2个姑娘耍哪壶来，再耍哪壶去，姓啥叫啥个关系？其实我同志啊，你说他俩上吧。前头的姑娘叫梁凤英，后头一个是那个幸福花的云香。梁凤英姑娘是爱到福建水州人，另外一个阿哥叫梁岳明，兄妹2家头一身好本事，随是了东门外头2丈。那么今朝凤英出来啥事体呢？出来当辣。什么说是当辣？其实不知家家们三心。今朝姑娘面对当自己有心事，啥个心事呢？因为自家最爱好的7、8妹子，叫一数我，前5一天飞来环后，一家人家弄得家破人亡，妹子哭得死去活来。做阿姐个心里向蛮难过，求你吧，你家人哭得伤心噻。那么今朝时节天气特别好，云香我就讲30、岁岁啊，哎呀，在8个水浪下去当啦，里本事家们，叫一举2得，凤英想蛮好。现在2匹跨马今朝是搬山了，但司机为一看啊呀，风景如何？这种天日的景色看了海，使我的心旷神怡。哟，好一派景色意。
林深松。讲的比别忘，假使你遇见一日把那个冯姑娘们上客气，并自家的身份是为一口有氧宝剑，我应要为民除害，为我妹子报仇雪恨。这现在辰光两匹马啊上铺路，山路高一段，没办不快了。所以回过来再吼一声啊，元强，谢谢啊，对面山高路西，你要当心了。谢谢你自家当心啊！我的叫云香，今年17岁。你再看你的17岁王满我的还有本事的，这句话本事大本事大个，我张军没带上去不个非把他身上想，这点话都紧。你现在两匹马往出山上向上去，一个不塞，嘿，细细把个云让这几朵飘来飘去。忙过去老远，一个一个水风，疾风刮痧，一些些把那个云捉没了，一些些云朵里向走出来，嚯，七次八抬，比火浮中，这次不塞，能是一趟平洋，莫开始，只得两高头啪飘马背，要虚息虚息。两匹马打过去，手身上想打一打来，踩次三脚，沙堆上守定，东看看，西茫茫，啊，欣赏大自然的景色。嘿，谁那个辰光，人狂风飞速追上，眼睛都张不开。等到人风动，我的眼睛张开来，对旁边一口，哎呀！这口就离开给他的一条之路，山地浪向一只悲雷猛吼，土浪流向部队，一日动力，张开血门大腿，两耳扶侧，背心攻击，尾部翘起，对此我的两位姑娘，呼吸对对，王满屋的。看见说来话也好了，一话哎呀真对他地上比那辰光云香有本事，这个跟豆腐手为两足一点，噗，人跳起来，真正跳不起，这个骨头吹脱着，有人吃得来肉。小姐，这里来，然后姑娘啊哈，那不好，你瞧真人我来嘛，眼睛多公大，偷一偷下来，只有你想发出一支箭，这一集往来后上然后说，往来后迷心里。本来两凤人的要自己继父须发，今朝的看见老后，心里想一紧张，哈，说出去辰光找水，稍微动一动，对哈稍微动一动，说之后你差之千里，动一动，这条自己当完了。不往老后迷心里想，往老后面孔旁边杀。老虎身上不养3分说话，说出老虎3根左手，哪么老虎贴起来的？老虎的左手，包了上上威势，左手细细把上上两米说出来，有老虎有威势，那也是老虎，那是讲你屋里养个蛮好了，养得壮得来嘛，你看对灵魂有，那个左手一根不头脱的，你至少老从那旁边有好的，懂啊不看懂？那吕不想了不简单，那个买个左手统统剃光，至少来从那旁边说来从你做好了，左手剃脱，威势去脱，
所以这个周守包了让张威士，这样呢，现在市面上的三猴子都要来周守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有威士，那么说老虎追心大发，也就能攻怕都他快上，高上挂出来撇在老虎身不比，捏出开机，忙着老虎头皮上黑一高上。那个姑娘却用心不对，头皮上像一包鸡，吃得香。老虎一个红条避开包鸡，哈啦，身体不住来，打姑娘面对面。这说老虎的人家立起来，斜照腾空，往成姑娘的肩高上，身体等对一人，从你头顶上上头啪，攻，大姑娘背雨，这老虎说不出来，在汽车上开刀车，拍下来起个屁股，身体还没就是分上上。这两季才分了，那么老虎第三季看高本事拿出来，这个尾巴发干了，砰！这个尾巴翘起来，一种是砰硬别听，这个硬硬都是菜的，那昨天是讲刮一二两头开发人的，你这人家水中大钢，努力大硬。当到你人生上一定一个英勇好虎，当着你筋斗不实，这个你不砰跳起来，像地风手节子上当走了。哎呀，要是不理这让来有性命危险，姑娘这种甚至两手一滴，身子一阵人破，往地头一杵，天出去呀一样多的。个水路浪下高低不平，刚刚姑娘脚下伶仃，一背一个不当的，哎呀，这真差啦！叫那么个真地心啥讲的，对不起，这老虎棒跳过来到姑娘身边边，是两双洗走，准备拿准备打武器。我这个人打老那么还吃了，刚刚有打武器，打，还打个打武器嘛，今在开始门在第15，也是这个40把武器，嘿，天平一发荣光，救星来了。你可以看到第100步路光被一片松林，忙到里向轰动不合出阴森森，这些要敌人真下不过进去，直到松林里向飞出来一道白光，跨日流星，啥么子看不清爽，白光背里2块红的水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知道是风了浪吃，那样一口就动。一只飞鞭，这说别往小老虎打，往老虎周密的眼睛里，好本事，当来中牛子放鱼牛子，比玻璃上力道结棍，嚓！身上一抓鞭全部打进去，当在老虎眼睛里2块红水塌拉面孔上，血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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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下来，血大个水冰那一点看不出哪里个血哪里个是水。这说老虎车子两头一分切到是2种高山，痛得你在那地上想小泪滚去。红人趁此机会顶起黑地上一场人破出起来，高上牡丹水底，贴在老虎身后比用人平生之力，嚓！一百斤说进去一场名称，包进去火上塞插，塞出清风，不开机说到老虎头皮里。可是各位姑娘比玻璃上有1斤力的，两帮有7斤之力，没个。跟哪说得清？不是2凤人7级头，这可以结合。啥个鸡使用鸡，杀人12个，收罪人。你都别看不起收罪人啊！收罪人分社会事实啊！收罪人做培养最多了，收罪人12个兵器高上2000亿门的就有了。收去地方上像一对夫妻，当天为生叫勾江木条。至于来听考现在人都到收去去白相人民路落地土有的路叫勾江路，就纪念这个勾江。一上一世个心血，另一代使用机，以后下来也试试的看见跨不跨，啥然后红起水，一块烧头插，一包机下去，一分为2，其名叫世纪杀，至今为谁？这口宝剑杀气如泥，斗争青肉，嚓！说进去谁能？基地所带来后心浪向，哪怕途中上心办不起，
心浪想吃到一包鸡，搿少老虎当地上3次2三7只鸡翅，是抓一听，一名呕虎躺在血泊之中。那么冯英诺加上啪取出来一口，鸡腿浪向侪是血迹，然后身浪向卡一卡听上，咵包鸡食药。对忘了地浪向搿只死老虎一看嘛，哦哟，气不插上啊！像着刚吃的神经，但反而有点吓着。哟，好戏呀，好戏！我比比中是眼睛上瞪死呀，听见好戏呀好戏3条的声音，眼睛张开了一看，呵，3条欧如像一只死老虎浪地浪向，3条本人一昏，眼睛杀老虎把你杀脱上，那个浑身是劲，啪！出起来，奔过来从3条扎一步，这下云香奔到得来了，好把你杀脱上。哪里话来？云香，你看呀，这个死老虎眼睛里一指嘛，是我们与之这非比呀。姑娘，我早已不在人世的了。啊，一只鳖，是。当然老虎眼睛里，趁机机会弄老虎100。是的。这样说起来，这只鳖的居民王菩萨。假使500只鳖是3条。你来说把那老虎吃上10只最离谱。哎呦，把你搞得哎呀汗毛淋淋啊！别个闲话都对个，幸亏个只鳖，那么鳖的看见着个大鳖的人啊，云香，对不起，大鳖的英勇身在哪里呀？你在唱我来喊啊！那么我就自家操龙喊，喂，大虎英勇嘞！孩子不你这上500人，只有为人空国如神。200人可见，姑娘明白，个人真正哈叫施恩不忘报。你有时肯出来，姑娘的心里高你想见见呢，让我来喊喊看。啊，英勇啊，英勇！像你这人所知，居然我们追比2人的性命为我神人义务，是说你再不出来，我们追比个人只得与你跪下了。这3个跑用上了，这可就要松林里相扑，飘出来一个英俊少年。马相后，你记清，对这里上一只标囊，没一个标志，比锅里向超级3次。这只标就是你当，这个人杀人本是至高飞镖王，飞镖王是枪击杀人的凶手，讲的。华人那人都手里向至高，飞镖王不是讲的，这个人是亚的，这夫妻病细胞无量，要命是不是你枪手的夫妻，不是你杀的，本人搞毛利的名，这叫义勇江东海呢。所以飞镖王亲自到随州要来说个上2次的一个凶手，要得老百姓是害。如果报给谁听见老虎叫飞镖当后就逢人，本来不出来，姑娘刚才举下来，哪么摆出来？但姑娘问题才嘻嘻，不是真正怕怕，目不下是。姑娘在下有礼，冯爷爷进过来，为此个礼，顺便再来口子一口嘛呀。浓眉大眼，比真开放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还吃给呀，能上去。我倒是为牛来是一位传物，不敢。请问，三位可你鞭打幕后相聚于我吗？真那是我居民恩公，那么请问恩公，真心大名否居哪里？啊呀，不能出来，白纸出来要问我姓啥介绍。我个姓名是对保密，神龙一门的不好讲，非得不好讲，这叫别也大字水。别屁股上向有只绒毛是别鸡，我个别才有只绒毛，流浪外头落在挖人水里向做挖事体，个边上也收到我头上来。所以这里呢也水是不必都门，打上一步准备要清着别。姑娘睡觉比你为话，身体有点30岁的毛红水浪一打，给他别已经起出来。边往下在说在卡一卡清上，对个他边一口了呀，3米开口，湖光粼粼，高手好。是胡半语，可是快为本不是？打上一步，把水伸出来嘛，在你低低头，意思哎，还为我。但是姑娘个这边非在不为不理，面孔用水一说啊，恩公，居民之恩终身难忘，这边嘛是累作之孽
姑娘搞这个地太容易，你说别看的心里纪念，哈，你或许送不来。既然如此，事当不早，告辞了。所以啦，英勇妹最天门真正大名府去哪里？谁还不得与你？我的上人我这一步出来，英勇俺那来个名呀！听见？哎呀，体力写着来了，我的那早了嘛，办不脱的。龙江的辰光，嘿，松林里向射出来一声声音，霹雳相逢，二大哥时光不早，赶路。我要军大风音一喝，哎呦，上火手出来了！只比两家的目光不要有动望着革命士林的那口。这样多对不走起，目光一一看，还眼睛一刹来不及变啊！就那个辰光，飞镖王功夫用得两只脚地浪向亮出一点的人，这一次讲飞出去，两当都比，两只脚杀地，那么在松林里向把水一走。啪啪跳出来两个，一个浑身没黑，一上一动；一个浑身是吧？两个把你失神，一黑一把，跟死死就往里头对蹦。啊！英勇妹子，还是啊！去哟！你还不口气说完？这个小猴子样样黑，毛线还懂着黑，是就那样子黑。什么？不懂你们？是。兄弟们，这个真心大名，跟你讲，你讲一声呢。谁家不懂你那个小猴子的啥节？不只是我的。手就拿武钢丝呢，把起我来摸出来两声。去的马神。真正我的家三个人去这里啊，就是你两只中山。哈，人要拿中山人。两匹马是中山。哦。两匹马两个人是的名字嘞，我答对个。那么各位英雄们，你呢？真心大名府去哪里？为啥不肯识你？弄不懂。在水里下个这边哇，可是可是可哇可，看得姑娘眼瞪瞪，眼瞪瞪。介绍除了上上话，我才不晓得。可是看上去从此一别，我这里
能再把头子。从此地不天要不满都是，但现在我有点吃不到劲，为啥呢？这位姑娘是与姑娘的心，我这就为人佛法十分明，因为一个姑娘人老乡的变化是极其微妙的，老不说情话话是说不清爽的。假使我现在辰光说过之段，梁凤英的动机也欣赏我呀，所以我只能够讲说可无而止。这个姑娘老担心，看上去我这里不能再把头了。其实凤英啊，你放心了噻，我晓得该，你都两家头分开不几日天，马上就要把头的。儿子相会，随拉来姑娘屋里两桩，那么你后事再定。给他这个市场开出来是钢子梁上谁中国头一次。这个是中央领导同志、省里乡的领导、市里的领导对平台事业的支持的关心。我作为一个平台议员们，衷心发出来的感谢。这是一位玉森林里乡的一位后花送信，得部队过后开油门之喜，披上油门之喜。京都娘娘得部队。我上5点人民啊，跟5省经济改革副队长，副队刚留下题词，耳听风讲，这个不是当棒啊！王兵得上3岁子，那么呢？5省经做过大官啊，明日个法律脱落说，大面上想当当既定。娘娘当我的苦浪的产业发办，当杀人地名，这个人民是我无上的法官的，5省经是生意神心当杀的多，而且这个5高的是流氓地痞，现在5省经还有多个加入的，你哪弄法？王奶奶接得来一个批的狗蛋奴要不来告诉娘娘，啊娘娘。大事情不好了！真话，新此人不知等这样，5省经高层副队侍状，打开辕门之时，饶奴娘娘性命难保，请娘娘听得。京东娘娘给了你本来买点心呀，
部队的制作来，实尽斗争，用空的3分高档，等得起部门们男人做来，一点点不是气。想法大个5神经跟副队长这个女的杀人偿命，开油门我也4个呀，不受的来对方来忙忙，来妹啊！你国家青党这样的部队，那么还当出事情来，这比日后是还。你非现在定心呀！啊，副队长，哎，副队长有啥大不了？啊，副队长为没啥大不了？那些这个副队啥人？啥人来？来都那个得意门生时代的师兄。哦，师兄。嘿嘿。你马上一去解释外带省党委，你去举了来到你们，你去磕头拜山。你说呀，这种光我还我得罪你呀么不应该，你呀么2位徒弟，大人不做3人之过，年年3口7不死啊！看我能可能，你上大油门绑对副队，当我能太个行，来到人肯上油门，当你去太行的娘娘，你们却是5点，再把5点没关系。你讲有点是这样的，5点以来不要紧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口清对对啊，是几不为了你是哪人？是来面你还是不晓得的？哪里？小不我得罪他个罪。是啊。这些辰光你劝我非的目的，我不肯。我说你惶恐惧怕生惊，我这里不怕。哦，现在破个人走了啦，我不破个人举了啦，不去，落不落给？哎呀！谁平常想不得，娘娘顺风风差得现在了，你为啥差我气啊？你为何看落崩啊？不然你个脾气30岁啊，娘娘，你个脾气我晓得，这个演的太对，来头你们的被2人来做不出，哎，不肯，哎，好了，没啥干，衙门来得来个娘来分得来，娘侬也来个，你写封信。我实际经过写了信上向，派个人送封信到省党委，送不来太太，来太太当中啊，你周一来多人，夫妻中有夫妻之情，啊是啥样子来嘛？说得来多人上有门来很不事体。不来个呀，你不晓得？要好得来新进来个交关，你进家里个人不许放心家家里个门，少娘放进去就铺盖滚蛋，这封信拿进去家。哎呀，这个得的。要能胖将至于了，这来多人气伤，这个男人气出头病啊，这当分娘，男人来个人不许放心来，男人自家来不还放在里向。娘娘得来一次来多人来封君王定得省党委，对娘娘去见来多人去磕头拜山，门上向摆不清，门上不放，来封君也摆不清，那封信哪送法子？这个。哎，金家里动海了是多，不比一个乌队立起来。小娘娘，你这个小心，摆了些我的身了，让你送带太水里。哦，娘娘一看嘛，后虎跑为了胸部，看上去有点不稳。这个乌队之光来的个，4个17我个来，手劲高拍子嘛2上里子。那么西木当年问我你们试试口子哇，国家都正文王四班娘娘小心，是我来小心机器，别来么但不着有点晕。小气嘛，我当辰光觉得顺风风非吵得特重，非侬要是讲得罪嘛，今这个种事体谁不个样？
起么男人反呀，三个人出去是不走，那么我很是去运动的嘛，用空高档对不对？非真不个种事体呀，那当时我亲亲要个了，那么你劝我非得么我分听你个闲话，可让我是错的个，别个还出于个部队关注来的呀，那么事体嘛也去个在。什么富台东人要个一门生意，那这桩事嘛，我要托你娘子。十两三海话，要么上油门探个行，那么我男遇不事体。我叫是你娘带口烂铺，不是海话，要么不上油门，那么你麻烦一个，我是我娘娘10岁给来。新小孩勾一勾，新风一台嘛开一开，张太夫人后气该不红火，说来见是我娘，你口不信，等我娘拍自己胸部，那么你还走啊？非正那边走来见我，此人之意嘛，从容于上，20岁，红火心身边一台，胸部嘛拍个在。现在个超市买那样个，真家伙金不金门呀，还叫东南京，吃进家里前门，大概到省堂外面晓得前门不来个，人都要眼睛说来是那一番飞进去，后门试试看，但后门看一看嘛，切得来，两手后门开开来，还会等我干不差种事机关，哦。让上来噻，小的聪明个，伊那个傻呆不比跟你懂，说了，跟进玉门的定性，500人看见，500人看见啊，事实是如，可是门上人的眼睛叫我凶得了。你当时现在种抠门朋友啊，现在种抠门朋友呢，10点钟已经困觉了。10个女生来解脱半休想晒推光，离婚晓得，你让分开呀！这个是叫啥？这个是不是负责人抠门？这个叫代代家务呀！这个抠门嘛又是认真，当时个穷极，一眼不傻，抠好一袋袋个台上上贴进来，不让你说，非跟个10个人，一进来推出什么事我负责任。
你在看见沙堆旁边太阳光下的地上像一个人影子呢，来着石骨头，爬过来一看，不是石骨头，男伢来的，认得，啥认得啊？认得是摆不出面孔啊，这怎么认得？哎呀！哎呦，爸爸你好的嘞，你老狼啊！哎，一进来狼哇！哎呦，新的呢，现在人家不看见奇迹嘞呀！我不上有不记着吧？哎呦，该想故事好的嘞，生气！哎呦，该想啥？眼睛动子的噻！眼睛不会动的是？动子的这样生气呀！不会动哪得动？你30岁啊的！哎呀，爸爸！你有什么黑副意？不是黑副意啊，奇迹呢！怕我皮肤上怕发死啊，爸爸！为啥的？那奉是娘娘之命，送封信给太太。送信？哎，送信啥子不追前门要追门呢？最高给他看见开了了笔呀！笔？哎，下去，一个是笔。人家晓得你爱笔，我不笔哎。啥来？最近你丈夫上有一个丽丽，新年喊出来的。你要晓得？不晓得嘛？我前门记着问。不晓得我啥有份来着呀？哈？不晓得。啥个来丽家？不晓得，讲点不来听听。没海湾哎。大山叫得来是劳动人摇头胖浆子，劳动人气伤子。哎，这个男人只当分娘。哎呦，为此说来关在你抠门的，男外来的人不许放进来。啊，真的假？哪怕大山叫自家来，不能放在里向，放在里向抠门的些生意。哎呦呀，可太真开！哎，让你别害我放在进去，我有些生意。再底下等我不来了呢。嘿嘿，哎，没完。哎，是啊。那么来啊来做啊，爸爸。那自家人玩，啊是来。这个些，你让我亲亲我，把那一些些传出来，心里不他们传出来说，难道你不明晓得呀？事实如果来都不晓得，你当时飞进去个苍蝇啊！你什么都个人摆进去来都又不晓得。那么来到你晓得什么这个内容不是体呀？送这事情摆出，那么我出卖的人，那么我们就是些生意就不该，就让上有来下有些，没啥啥饭锅的不容易，哎呀吃午饭对不是啊？爸爸从可以那种饭碗上没刷洗机，都他打没刷洗机，我都他怎么能另外去寻看着？另外去寻啊？哎，可以们啊！你阿里是米啊？你哪想我讲人家去活啊？我讲嘛，再公完，你去还是玩？谁要人饭锅呀？咦，去再公还是呀？再公啊？再公哪好去？新区。外国人的饭我不吃的。哦。哎，我有点猪腿才洗。你倒没爱过的。哎，我不欢喜跟那一搭点的。补上不是补熟。哦。我是你给他点抠门抠下去，你那边来我啊，对不起，你让我吃午饭。小飞是看呀，三个不认得个呢，是啦。用不是过一本3斤864，我不是自个也来呀。哪了？我是娘娘抄我来的呀。是啦，我可是叫奉公抄起。那么你不方便应该，我回去回复娘娘说起来，我带讲，但是呢为姓玉门看来爸爸不放啊，我还讲个呀很正啊，都先晓得阿呆我。你说恨嘛，那是事实嘞。你别恨呀。啊。你有保定，我还有北京。我是劳动人规则。你可不是劳动人恨，还是董先生恨？可是说劳动人我那东西啥的？要养你出来。是的呀。劳动人规则，哪个人不能放？即他有病，他死苦，随便啥人，董先生自个来，这样不放，就下。恨得嘞！哎呦，可是说玉门不得了，这是月子的救灾。哦哟，这救不怪东西啊！是人家个救，一点点的救，有救不用多去做。没害完，没有救完，还个，没害，不放嘛噻。啊，坐下。公安公才不来呀，擦，好的。不打，那明天很的，那发放，你还可是谁上发放了？啥个闲话？啊，可是谁上发放？哎，来听哈，发放，那发放。哦，为啥你的啦？哎喂，根本不把。那我别讲你呀。那你真正的牙齿骨扎扎，发放，眼一上。哎，你带辰光，别
哎，我在外国我这个，那我非爱来，你们那非爱来。你心松不得，我不是丧死，那么你们也爱来呀？我说爱来，我说爱来。你非爱来啊？爸爸，说的不能听听啊？你说呢？你听是非好，随便那啥个事情不好。嘿嘿，哎，对都好贵的。爸爸，啊，那么你等我常常看耳朵，听下子。你讲。刚来爸爸了，现在比口语们滴得快了。口语们谁口语们？那个口语们恩里恩，你都讲我要恩恋了。你不也嘛后里后头领不清恩？你终于们来这个领得清，啥人领得清？而且等我一封书信嘛是提到。死与生恩，什么？你哪个？这封信与归你娘娘一点名，你娘娘点名，谁看这封信？性命，与他关系叫性命接轨。对你现在名字俺到哪去看？我是俺那叫性命接轨啊！我都弄不懂哪一封信嘛，与归杜三家和性命接轨。是杜三家。当身就得不得你不晓得？给他地不晓得。这样的我是洗手水才晓得你不晓得？洗中不才晓得不用了，哎，他的丰收也得。不得了呀！这刚才上了都500人民5升斤亚洲吃来子，是你娘娘怕人当。你看500的。哎，现在开始副队上谁要开油门子？开油门啥人让我们娘娘背死吧？那么一种幸福进去呢？娘娘背死，先进去了谁分哎？什么副队长呢？来到那个爱门上呀，一看你妈是不是记者？那么你现在背了是4分方，门口才还走起，那么娘娘带人刮痧，娘娘一洗脚米娘娘子，哎呀，这来到人多样弄的，是月是同里也会心知，来我这海上熬的人，我说总归是个人。那么你还要好个来，我多样弄，那是要写字神做啊。当一点点就够的，弄啊，弄女的用你3在那头顶了。那么凶我啊，你都把石头在，良心在还多啊，东高鱼呢，少不来干涉我们都干。爸爸，现在放哪个酒啊？但这个辰光讲了不讲是，我个酒。都那些龙稍微都饱啊。我一点点发毛家人给。哪家？我也一口来爱杀你，一手爱杀我。我讲前啥话？我送信的呀，口语门不放呀。娘娘一代写姓名，才是口语门的人精。是好是能当我一下嘞。那么现在来到人规则不许放，但是人家面孔都做来这样，农村家伙啊，我来让菜嘛是对呀，对。还是嘞，但这个辰光，非但福建内海，反而见内海，一根马人困棍针，龙内送进云儿们，不内个皮里呀，去那个针。爸爸，但这个辰光没发现嘛，看着屁股累，那边。别个像不爱了，也是靠这个，都在说是的，那么这个都是好，但我地方呢，我哪里得是的？根本哪弄翻的？别打怪，哪呀？你现在就了，现在叫他放呀，放？因为要放嘛，一个都是讲不完，还是啦？放是呢，大三角不是我为事体，没啥个事体呀？我马上是一酒铺盖的，酒铺根本没还完，没还鱼门口的吃了啥？走起，我带下我去。差点老哇！这用不上管，你是搞个例外。虚呀，我空气我还真干子了。你这份来了就太虚了。不是太虚呀，那鱼不毛鱼吃谁个呀？我不听太虚，我还要高工资。哎呀，爸爸，但这个辰光，我是我这么娘娘
阿姨来旁头要侬家孩子哇，那么举了衙门前，是就丢掉。当光我们反正来呢，有些邻居到口语门啊，房子你花进来么来去探亲，那么侬性命我上，你这个口语门真正害噶，谁讲那个恩公，你还家小的。但这个辰光来到你要想上那一阵，啊是，想上那是哇？想那个门来想我的。咦，朝你来放哇？我也来放了，一放嘛就放上面走，那么你上去的，你打高子，一放翻出来，二放翻上背，三放那想是跟那上三千么来出来，也三千哪个？为民余威，为余威，哎，哪余威？那是余的那种，土改费咱们工地高配，土改费到工地高配，哎，那么你自个去想吧，你为了工地高配，为了屁股大嘞，可是工地高配的，不能放。你没不讲啊？是的，清楚都不够。你让我想一想。我也想嘞。可以问我要去想，非要想得个谁啊？害我就是炒臭子也得了。你说多想的，这道理没简单。来次呢？上海看来你年纪轻。啥个？眼睛比我轻。你做人不干事的。哦。狗日的。这杨奴的事，刚才我外头就看他当中。确实是人，对呀，你去啥子家做政治了？我说提起干了里向中了哪样的？是嘛？那种做人也活络，不能眼摸摸，对，倘若眼摸摸一些生多肉，为什么吃生多肉？吃屁股，对，看屁股，那是个讲屁股看来的呀，对，爸爸，那个放，意思里放在放，真了高干，有啥高干？说放就放，请真的放，那个，那个地方的房子的位置，房子进去再还来到你发现到，来到你现在这个铺盖出去在围城的那对不起，危险这个呀，行了，想飞上飞进去，但旁边那一口嘛，来他手下来，眼睛衣裳也汗，搭上来，这个他到了上头。小调无花，风是娘娘之边，得来他来，可得亲耳盖。不，哈，来他分动呀，一个男的来给你发放进来，男的自个来发进来，那个谁注定那上头让人贴进来啊，没本事，要对把脸。是下他，来了隔壁，但伺候是啊，他身边封信拿出来，忙着对了，一定。重新举下来，那个小弟奉是娘娘之命送封信给太太，请太太不悦。哎呦，来他这里的阿奴啊，你该这两个同弟了，谁做这个地下人不生路？送封信也举到地上，钉到头上啊！你不是皇帝的身躯，用不着的。那封信拿过来嘛，起来。他说：“来把你口信孩子，你别来口令个，你让我举了让孩子。”你那个从13点啊，我欢喜举噶，我们来去举。来，他的封信拿过来一口嘛，让他夫人安气，开心，心情怕吹出来，一开来兄弟几位口我嘛，来太太眼睛要发定，也是夸的。我是这上次中午啥，弄成5代人生名声进到副台上。副台是来对是我上次也我让来农人们的说两声好话，这来对上友们让学生子们的到农山桥去探个信。嘿，阿奴啊，为此那个好农民你来夫妻还不对，你们困了外头希望你，我们不怕我的到外头去请中门走家来夫妻上有不帮的，我在农心上想笑。而且我娘不肯帮忙，在那旁边口里狼扑农业戏，多样农有哪说的？我们大人子再说什么？当你来我吃一头打一头是啊对了，那封信马上手机上一放，丫头，是太太，你为单来啊，为父你家娘娘，这凡事都有太太三次。这个太太小的不还受气了呀？做什么啊？那时候你娘娘管家给，等来太太口还是没有口，你太太他
是去胸部，那么我还去回复。也是这个闲话就是怕胸部呀。谁为啥子凡事都有太太在吃？半夜跑一起个呀，你在做戏中，半夜跑一起，怕什么？我是农定心，我怕什么？我来他没亲爹呀，爸爸几个人呐？云我啊，轻轻叫拍两心水手，你为什么农定心？对这个我的骂你的了，丫头。是。你为得人啊，为父你家娘娘，凡事都与太太谁吃么？你像石头石干，700里不对了。亲爹要开上班，小太太。虎虎送行的是结束。